意思。大家一句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娇妹阿嬷。咱今日要讲的词吼，就是水气。汉字写作水气，罗马字吼，阿嬷要搁咧学，恁家己看吼。啊，水气会使安尼用吼。哦，咱台语台的囡仔节目要开家己的 YouTube 频道水气。哦，而且还会使看到咱的逐工一句水气。内底假是有阿朱怡、陈主任、DJ TK、网啊、金蕉丸啊，伤侪人啊啦，恁家己去看啦吼，啊，就安尼啦，我先去食饭吼。